迄个来就经济道理，你今日听着就讲食什么书，伊这个道理怎么讲？恁9点开始来讲，互我这讲以前平常讲一下，先来讲，然后9点咱大家是下课，来听这个这是那么咱今日去上了这个班，咱讲先讲啲多数班。主心主会老大的改变，咱老的我大先，以及咱手改变，也必须咱有建议，做先做也做啲，做一个咱参加这个营业培训班，这个营业培，咱听道理，一个福气，拄则咱这个小马咧，建构这个理解，这个理解，这理解是咱生活一个品质，是一个品质，人甲人关的一个调调。若无这个啥呢？这个理解，咱今日去大家听道理，那无这个理解讲咱天时上天，天时上天，这白鸟，安尼跳落，讲上天知影。上天知影对，上天知影，上天来派人来听道理，到尾人来听道理，就讲咱个祖先，较迄诸天神仙，这诸天，咱个祖先，咱个诸天拢会来，这底鸟就个传承起啦，来一个，来一个，所以这是通三界，这个三界就对啦这个班，这开始。这讲到这天时上天，咱这道后班上天叫咱人去办的，咱叫上天去办的，所以上天叫咱叫上天多合社会去办的，所以这个天时后班，就是讲大家拢共同来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就是讲，我先讲这个尊重，对上天的尊重。对咱祖先也个是讲今日去，阮上面人要来值班你对我来安尼就对啦，对我来值班就对啦所以咱有这道，安尼个祖先就福气，所以呢，咱有信心，祖先会叫咱来听道理，来接受这个法度嘛，这个法对啦，法度嘛，法在这个落雨嘛，所以这落雨。伊个是，就爱靠过这个烧这大底然后从咱上天，靠这土地直下，咱听道理就对啦。这个佛堂，佛就是讲上天大的所在叫做佛，佛所大的所在叫做佛所，这个堂呢就是场所，上天的场所对啦。所以咱人就是来到佛堂去学。这层就是向高尚嘛然后其他就是净土，不层就是净土的所在，这个净土的地方，咱个净土所这个品质，这个品质是太好，就讲咱来到佛堂那个品质一定太好，所以这就是咧改善着咱生活伊的品质，这就是咧改善咱生活的品质，这个真呢。就是咧改善着咱后天其他的素质，所以这伊咧讲品质，就是咧讲素质，就是咧讲素质所以咱人甲人中间斗阵，就是讲啥呢？这一定爱好的，若无这个咱这个生态的品质走不出来。若无这个节，咱内财经这个素质嘛走不出来。咱这做个发展者，但是这节就讲甲你讲你卖这个安尼人甲人中间这个互动，就是因为咱内基础这个经验、这个控制、这个压制、这个了解、这个这个水，咱若有这个水若无这个就无水。所以这里呢，就讲就是咱人这是咧讲环境，这是咧讲环境，这个环境就是透过这个
咱人这个文明它走过来，文明它走过来对啦这个真的讲咱内心世界，这个心境，咱的心境，这个素质，那么这个文化就走过来。所以真是讲文化，那么这是讲文明，文明这个价值，外口的价值，这个文化是内底的价值。所以礼节就是咱人甲人中间互动，社会跟社会互动，国家跟国家互动，是啥最重要，是啥来事情。所以咱人就走。无这个粗鲁，这个粗俗，粗鲁甲粗俗就对啦。粗鲁好唔好嘛，俗就是无钱啊。打鼓一秒有100块，一秒有100块，你爱100块，爱100块。原来是咁样原因，素质甲品质的问题。地一平有1000万呢。有地有1平2万块的，当地拢土，为什么甲打地？这个环境就是心境就是所以今日咱这个礼君主有这个礼那么咱人就行就好了。所以今日这个礼节，现在在建议也就是讲外星来调上天这个事对啦外星拢来来到这个所在来嘛对嘛，来个心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来到这个所在是一心一意，听咱们都在讲，这个一心一意，那么那个一心一意，那个心就是看我上天那个点就对了点讲外心已经来到这个所在点出来这个心。可能讲传道静心，心就是上介好的我已经静心啦，静到彻底啦，静到到底啦，安尼上天就甲你放好其他科的上天，可能讲中就是静心，静就是讲已经静到这条命，我做爸爸做妈妈，已经我静心照顾你啦，你要好，你歹事，你代志我就放在你，我做爸爸妈妈已经把我的心已经静到彻底啦，到底啦，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安尼嘛这个上天，那么咱的心这个上天，这个价就到出来了，这个价。所以咱人上界价值的就是一心一意，我一心一意，不是3心2意。所以一心一意叫做中，中就是咱做人伊的做工课伊的态度，做工课伊的态度，这个中中你若对头家中若对上天中，你若对头家中，那么头家就离互你；那么你若对上天中，上天就离互你。人讲天道酬勤，有这记住没无？教人讲记住有嘛，对不对说这个一心一意的行为然后我们的心最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最香，就是因为你一心一意里面暗藏无穷无尽的香，这个香就对了这个香就对了，汤就对了汤就是咱人上介水的，上介爱，上介爱接触的，上爱咧搭课的物件，这个汤就对了。所以汤有讲咧汤味，大家有味。所以物件啊，经过煮过，经过煎过，经过炸过。经过炸过，这个味它倒会出来。这个茶经过水炸冲过，它倒会出来。咱人经过环境的季节，经过环境的历练，经过环境的打击，你的心就一心一意他们讲的，咱人无论那个空感上是讲的，对不对？说起来这个一心一意，还是讲大嘛，对吧？所以这个这个义，咱人有义道德，道德嘛为这有道。这个义就是经过环境的历练过，这个道它倒会出来。所以今天来到这个所在，就要捌这个道理。所以呢，这2点条件的时间大家专心专意，一心一意，把心摕来点，好唔好？好。安尼做呢，为国欢喜的心，国感恩的心，咱今日请一个武林的歌手。这个只能说这中间就对了你来看就发现，咱讲这个自己的汤喝了人家对啦，安尼就比较这个看视频的这个较高一点的这种声
那个手巾然后叠上，就是完啦。包对起来就对了。我按你们来讲，我安心平安的心，感恩的心，大家来接受这上天发布伊的主任，安尼个无？大家好着这个增加来欢迎咱家长就来接。大家学习。感谢两支慈悲，贤道鞠躬，坤道鞠躬。有两支慈悲，贤道鞠躬，坤道鞠躬，请坐下。